主，阮感谢你的怜悯，互阮通做伙组织。感谢你赏赐，真正互阮领受到上帝你的疼。虽然有时阮会伫黑暗，有时阮会伫寒冷，有时阮会伫病痛。主，阮知你的开来要甲阮做伙伫底，求主帮助阮。帮助阮的性命，虽然伫困难的内底，总是有缘有法度，有够硬的信心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毋知咱爱食干贝还是龙虾？咱即摆已经过了真好啊！吼，古早这叫做真歹食着的物件，即摆咱大概真侪人过年的时阵就食会着，对无？吼，干贝甲龙虾，啊，咱知影干贝甲龙虾伫圣经内底，旧约圣经内底看做无清气。咱知，咱可能是我知影讲猪肉伫旧约内底是看做无清气，总是真歹势哦。干贝甲龙虾伫旧约圣经内底嘛，互人看做无清气。所以猪肉甲迄个有壳的动物，有可能古早迄个现代人会安尼解释讲，内底有可能有细菌吼，啊，像是古早的猪肉咧处理的时阵，有可能有一种病伫内底。总是啊，是安那上帝对龙虾遮尔无好感的，是安怎？龙虾也无犯着上帝啊？但毋是咧，吼，活了真好啊！对旧约圣经流传到现今，实际上现今阁有真侪犹太人，真侪守这个洁净条例的人，这个条例人现在伫希伯来文内底会当称作曲西。曲西犹太裔的作家，我认为曲西上会当来解说的一字叫做合宜，合宜吼。然后犹太列比，这嘛是顶世纪哦，这样顶世纪到这世纪的美国人啊吼，犹太列比努斯呢，伊讲假使咱若爱用几字来描述伫旧约圣经内底所讲的无清气的物，那安尼我会讲就是无正常的物。所以杨腓力这位基督徒的出名的作家，伊是安尼讲，伊用一句话来解说旧约这个洁净的条例律例，就是拒绝怪胎甲无正常，拒绝怪胎甲无正常。实际上，这种拒绝怪胎甲无正常，咱知影伫旧约圣经内底嘛，包括什么货？你安知？包括伫经期中间的女性，甲生产的女性，我毋知影咱捌读过。包括月经经期中间的女性，甲生产的女性，包括有梦遗的男性，佮包括啥？包括有生皮肤病、生烂疮的人，以及任何摸到死人尸体的人。这拢伫旧约内底，咱若详细读，咱就知影，拢犯着无清气。这个无清气，因为主耶稣来拍破这一切。主耶稣来，伊要对咱讲的是上帝恩典的革命。所以过去互人看做无清气，
就是身躯顶头开哥以及外邦人，主耶稣主动行因，对因带来医治甲拯救。主耶稣更加欢迎过去互人看做无正常的人，啥物会叫做无正常？就是一只脚一只手，这种互看做伫旧约圣经内底拢互看做无清气哦。迄个目睭看无的，失去目睭的，遮的，主耶稣更欢迎过去互人看做无正常的人。来自上帝国的宴下，所以就是因为这是一场的革命，一定有人有一寡人无法度适应，有一寡人的革命就是安尼吼，革命有外在革命甲内在革命，内在革命迄个更较歹突破，所以换一句话来讲。罗马书14章，其实保罗其实咧处理的，就是这场主耶稣带来性命的革命。传统上认为罗马书14章的分类，就是较坚强的吼。罗马书14章有讲到，有一寡人较坚强，有一寡人较软弱。传统上的解说是认为保罗是根据种族，就是犹太人甲外邦人来分类。总是近代学者毋是安尼认为，是安怎保罗会特别针对食啥物货，对食米的这个条例甲安息日的条例呢，提出伊的看法呢？桑德斯这位近代的神学学者是安尼讲。伊讲违反临者的律法差不多亲像违反安息日遐尼明显，因为咱是逐工拢咧食物件。坎贝尔这位神学的学者嘛安尼讲，伊讲罗马基督徒用各自无共款的方式来夸口。有的人感觉伊食是坚强，有的人感觉伊无食才是坚强嘞，有可能哦。所以伊讲，因为安尼，因忽略了因对基督共同有的效忠，无法度彼此接受。所以保罗才会伫遮安尼劝罗马的基督徒，罗马书14章13节是安尼讲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所以咱毋通搁再互相批判，反倒着决心，无做互兄弟，也是姊妹的信仰受阻碍绊倒的事。我问上尾一句，应该是做无甲兄弟囥跋骹的米，也是互人跋倒的米。其实这读起来，读无啥会出来，分别无啥会出来。迄个跋骹的米，就是人咧行过的时阵，你剩一支骹，雕工的啦，听有意思吼。就是人若咧行，拄咧行的时阵，就亲像有人当滚绳笑，迄个要坐落来的时阵吼，迄椅仔啦扣掉。迄个叫做雕工的啦，迄个叫做跋骹的米的意思哦吼。然后互人绊倒，意思就是咱都无雕故意，咱毋是故意的，就落一个物件伫遐，结果互人绊倒啦。所以是迄个叫做雕工的，甲无雕工的意思哦。原文呢其实是有这个分辨吼，雕工的甲无雕工的意思。保罗咧对咱讲，不管咱是雕工的还是无雕工的，总是拢互人绊倒。伫信仰顶头，咱会当自由选择要食啥，遵倒一日做圣。总是假使咱会自由雕工，或是无雕工，互咱的兄弟姊妹跋倒，
甚至造成互相批判，那安尼就应该下决心卖做。就亲像主耶稣安尼讲，马太福音18章第6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无论什么人，互信我的人中间，微细的一个犯罪，宁可互人用大石磨绑伫暗棍，沉落深海，沉落深海。其实，耶稣伫遮用当时列比的表达方式，咱啊现代文学顶头拢会当称作夸饰化，就是真夸张的描述。主耶稣咧教咱毋通凊彩用家己信仰的自由，免得人因为咱的缘故去杀伊。John Green 这位英国的哲学家安尼讲，伊讲听伫彼此敬重甲接纳的中间开花。咱会知影人甲人的中间的关系有听，就要对迄个理解咱彼此的无共款开始。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有性别、职业以及原底家庭的无共款，伫真侪无共款内底，怎样互相尊重甲接纳，其实就需要听。斯托德牧师是安尼讲，听人的心会体贴、软弱的良心，甚至会为着尊重别人，限制家己的自由。罗马书14章14节 A 段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我知，个主耶稣互我确信，逐项物本身拢清气。好，原文应该安尼讲：伫主耶稣里，我知并且确信。实际上，这个知甲确信拄好来表达两种咱人的无共款的认知，一种叫做客观上认知，所以我知，我客观上知道，我知影这样代志是本质是安尼。然后主观顶头，我相信，所以这是两个无共款的表达。这两个无共款的表达，保罗讲，我知影这。既然是逐项物、食物拢是清气的，毋是保罗家己凊彩讲的，因为保罗是根据主耶稣的话，主耶稣是安那讲。马可福音第7章19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对外面入去人内面的物，无一项会互人无清气。对内面出来的，才会互人无清气。这后壁是注解吼，这放伫和合本内底，咱若读和合本就读得到。这个注解就是耶稣是指一切食物是清气的。这拄咧讲这项代志，保罗伫遮咧讲，这其实是主耶稣所讲的。咱来知影对犹太人来讲，遵守犹太律的人来讲，食物所有的食物拢是上帝的赏赐，只要照上帝的律法来分类甲处理，就会使。总是对基督徒来讲，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伊的工作，这就改变了咱看待旧约这的律法对食物清气的条例。咱无过照这个字面来顺服这个律法，是听叹主耶稣的教示。主耶稣是啥物款的教示？食物既然是上帝所做的，那安尼拢清气。当然，我毋是教咱讲迄个啦过期的物件食吼，毋是吼，咱爱注意迄个过期是毋是有过期啊吼。
理性顶头，咱爱知影，迄话是无够清气的。实际上，这嘛应该是正会看起来刚强的人，因的信仰立场甲自由。对保罗来讲，什么会叫做较刚强的人？较刚强的人是完全会当运用家己自由的人。较刚强的人是会当敏感去测验什么会是人甲人互相中间的绊骹的，互人绊倒的迄粒石头，伊会当选择无去做、无去批判的人。所以罗马书14章14节尾段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人若想讲无清气，对迄个人来讲，迄项物就无清气。实际上，当时伫罗马教会这个信徒内底，犹原有一寡人无够清楚，因无得到这款食物的自由，看待食物的自由。因犹原相信应该照字面来顺服上帝的律法，来断定这个食物是清气还是无清气。所以，假使伊啦主观认定这个食物无清气，对伊来讲，其实就是无清气啊。刷落去，保罗是安尼讲，罗马书14章15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你若因为所食的物，互兄弟也是姊妹心艰苦，你的行为就毋是出自疼心。你毋通为着家己所食的物，互兄弟也是姊妹抵到灭亡，因为基督已经为着因死。若你自由伫遐咧食肉，互这个边仔看到的兄弟姊妹感觉忧愁。那安尼就毋是因为疼来行事做人啊，对无？你伫遐自由伫遐大食大啉，结果别人看你食，感觉心艰苦。那安尼，就毋是因为疼来行事做人。加尔文是安尼讲：既然基督为咱，互咱得到的自由是祝福的。那安尼，这个祝福咱得爱谨慎，毋通滥用上帝的恩赐，互咱的自由，互人来诽谤，或是互人来指责。保罗其实伫另外一张批顶头讲到疼的时阵，伊是安尼讲，伊讲哥林多前书13章第7节，伊讲仁爱会包容一切。这个包容，这字有一个希腊文真特别的用词，包容原文的意思就是触定啦吼。所以有人若翻译做这个忍受，或是遮抗，属灵遮盖，其实就是对遮来的。吼，咱若时常听真侪人咧讲遮抗，迄个就是包容啦。就是厝顶的意思啊！吼，厝顶是为着保护厝来存在。原来厝顶爱忍受逐款天气的状况，无论落雨、风台、降雷，总是事实上，虽然有人来翻译做忍耐或是忍受，总是忍受，毋是这个厝顶包容的目的。是手段，这个包容为着是要保护厝顶咧忍耐，为着要保护厝内底的人甲物件。希腊文的字典会当查到，这字有3个意思，拄好会当来讲3种的包容。第一种的包容叫做家母的包容。就是免受到攻击，就亲像咱囡仔的时阵有生迄个老鹰抓小鸡，咱就知影迄个鹰鸟要来掠迄个鸡仔囝，然后咧，这个爱担任迄个家母的人，就爱好好保护条的
算安尼来看呢，所以有迄个包起来的意思。包容其实，所以咱的翻译做包容，其实有这个意思哈，包起来的意思。就亲像诗人安尼讲，诗篇17篇第8节，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求你保护我，亲像保护目睭人，热看我，伫你是的。咱读着热看啊吼，所以迄个厝顶其实是热看的意思。第二是大船的包容，咱爱知影起大船，为着要保护的是哪即家人甲动物，无互大水来淹死，所以大船就是忍受风影，免受到大自然灾难的侵害。所以创世纪第7章第7节就安尼讲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那甲伊的囝、伊的某、伊的新妇，拢入大船，闪避大水，闪避迄个灾难的意思。所以这个包容其实有迄个闪避灾难的意思。第三是上困难的代志，叫做对遐个咱应该听的人的包容。就是热看伊的过失，这种包容上困难，也是保罗伫这张批内底所讲的重点。伊要讲听会当仁爱会当包容一切，记的就是人甲人中间的迄款的包容，伊爱因互相热看。咱爱知影一项代志，咱对遐个咱应该听的人，应该去保护的人，应该包容的人，有可能这个人是互咱受伤，甚至攻击咱的人。总是伫基督内底仁爱、克爱、包容一切。这就亲像智慧的人咧对咱所讲的迄句话，《箴言》17章第9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袂记得人的过失，会得到友好的回应；代志叨叨念，会互亲密的朋友疏远。咱若真正赦免别人所犯的过失，就是宽容别人的过失，咱会热看，就是包容。咱的热看甲包容会得到人的欢喜。总是假使咱头壳内底一直记得伊当时做毋对，伊当时做歹，然后呢，咱若头壳一直记的，就会喙就会一直念对吧？叨叨念啦，就会一直讲。你拢迄阵仔拢做遮个代志，你拢安尼，那安尼就是上好的朋友嘛会变面啦。总是免伫即个仁爱的包容下面，互人知影做，就是认错咧。这其实是另外一个功课，而且是更加困难的功课。这伫諮商學頂頭叫做面質吼我唔知影迄個台語要怎講，伫諮商內底叫做面質，這是更加困難的功課。總是佇遮咱要學的功課，其實是包容，因為這就叫做聽。羅馬書伫這個所在所要講的，其實我認為保羅就是要講這種聽。羅馬書14章16節，做伙來讀這段經節，做伙來讀來。所以唔通互恁看做好的，正做人的誹謗。原文應該安尼翻譯講，所以唔通互恁的好被誹謗。對教父的時代開始，就有人咧問講，保羅所講恁的好是啥物？恁的好是針對啥物人所講的？
咱若对顶下文来读判断，这个好应该就是毋免遵守摩西律法的自由。保罗针对的是遐个教会内底自认家己较坚强的人。保罗咧对因讲：恁有的好，即款的自由爱细致，毋通诚做互人绊倒的歹。简单来讲是安尼，毋通互人绊倒的歹。所以保罗其实是咧问讲：为着一半的肉造成兄弟姊妹属灵顶头的毁坏，哪有价值？因为佫较有价值的是下面这样代志。罗马书14章17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。来，上帝主权的实现，毋是靠仁者，是靠圣神所赐的公义、和平、甲欢喜。保罗讲，佫有比食啉佫较好的代志，佫较要紧的好。伊讲，放弃家己的自由，无造成你的损失啊！伫上帝主权下面，佫较好的是，咱会当毋是照律法的旧方式，是照圣神的新方式来活出下伫上帝公义的义的性命。佫较赞的是甲上帝和好的和平，这就是咱的平安吼。所谓咱的平安是甲上帝和好吼，享受伫上帝荣耀内底的欢喜。加利文安尼讲，保罗用这个甲仁者来比较，毋是指公义、和平甲欢喜这三项就成做基督的国度，是表明上帝国是属神的米所造成的。伊爱咱这个有份伫公义的人享受迄个无价，看做无价的好，得到良心顶头平安的欢喜。罗马书14章18节安尼讲，上尾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，用安尼来服侍基督的人，会互上帝欢喜，嘛会得到人的称赞。什么是上帝国呢？我真歹用简单几句话来讲，就是主耶稣嘛用真侪譬如咧讲上帝国。咱来知影，伫主耶稣的上帝国内底，指的是迄个上美势，互人看做无的代志顶头，就来布宴结正。约翰卫斯理，这嘛是卫理公会的主要开始的人。伊讲起一个互伊人生永远无法度放袂记一个经验。当伊对英国坐船要去到北美洲的乔治亚州，伊当时立愿要原住民来宣教。当时伊所坐船伫大西洋顶头，互迄个海涌甲风暴来拍，所以伫伊的日记顶头是安尼写：伊讲这个大海猛烈真大，迄个阮船顶迄个房，迄个大的房，规个拢拼落来到伫甲板顶头，拍做碎片。砍掉规只船，大水就安尼浸入规只船内底。阮亲像要拄着船难啊！阮亲像拄要互人互大水中淹没啊！然后伫船顶的英国人，这边叫迄边叫，大家哀爸叫母咧哀求。纵使卫斯理伫这条船顶头
捌另外一群人，即群人是当时一个兄弟会的宣教师。即群人嘛对英国要坐船去美国，所以伫死亡的威胁内底，即群人完全无啥伫遐咧祈祷甲敬拜。所以事后，卫斯理互即群人因完全无惊的迄款的态度，着惊。伫日记顶头，伊描述后来伊甲因的对话。卫斯理是安尼讲：事后我问因其中一个，问伊讲：啊，你敢袂惊？伊应讲：感谢上帝，我无惊。我佮问讲：总是恁中间的妇女甲囡仔拢无惊吗？伊嘛安尼应答：无，阮的妇女甲囡仔拢无惊。我活当时看另外一群伫遐行半死的厝边，伫共一只船顶头，伫面临危险的内底，彼此的反应是遮尔无共。一方面敬畏上帝，因安静平静；另外一方面无敬畏上帝，来惊吓不安。随上卫斯理伫遮所描述的，拄拄好是一北上帝国的图像。咱来知影，其实咱每一个人拢是人，伫咱拄着危险的时，透有可能无惊。总是当咱清楚，咱心内底知，我是上帝的囝，我是活伫伊国度内底。然后伫伊的国度内底，只有听来掌权。那安尼，咱就会知影，并且深信上尾伊的保护、热看甲包容。那安尼有啥物通惊的？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知，阮就活伫你的国度内底。伫你的国度内底，阮享受公义、和平、甲欢喜。主求你也怜悯阮这个有罪甲有限的人，阮只有看到阮的有限，甚至阮伫阮的黑暗内底，伫遐在哀爸叫母，求上帝怜悯阮，帮助阮。医治阮，求上帝也帮助阮，互阮无掠家己最过头的刚强，或是软弱。求上帝引带阮，互阮所有的自由是上帝你所赏赐的自由，互阮真正活伫你国度内底，因为伫你的国度内底，只有听。才有掌管阮的性命，阮因为安尼来得到平安，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